来看这台南市政府有新的员工啊，这是编号1号服务的机器人，伊会当来甲民众带路，暗时也会负责巡逻。台南市长黄伟泰激情甲这个新同事编号1号机器人小白小借问，随后由小白带路，家己骑电梯陪市长上楼。这个驻点伫永华市政中心大厅的所有员工，过去拢伫暗时咧测试，这回头开伫历史公开互大家看，随声真侪来市府办公的民众围观翕相。目前这个机器人当咧互伊放空麦，那正式上临时，你是会甲民众带路去办公的地点，那暗时伊负责巡大楼。小白，醒醒啊！我知道夜间有时候还要人力，但是市政府这个永华市政中心的场域非常大，夜间的人力坦白讲，在这么大的场域，如果能够借助机器人来帮忙做巡检的工作。经过了解，这台内部的运作系统、工业电脑等关键零件，全都由台湾厂商生产，内底有 NVIDIA 晶片，安尼就无用到中国的产品，资讯安全更加有保障。目前小白敢若会晓讲华语甲英语这语言，有民众会用咱的母语甲伊讲话，伊煞雄雄无法度反应。研发团队讲，第2阶段就会甲台语加入来，未来互伊的对话能力更加厉害。台语讲国语拢会使，啊，伊无要会，伊无要插完呢。爱搁有时间啦吼，敢是？是啊，当然嘛爱有时间吼，互伊去适应咱这讲华语、讲台语的人。他的程度可能 maybe 现在是国中，那之后会进阶到高中，那未来到大学。那因为我们里面这个刚刚讲的，我们 NVIDIA 这 solution 是有升级的概念，可以让它更加像个人一样去学习更多的东西。目前机器人正咧安装程式，建立资料库，兼互伊对市府4个位啊地理环境更加熟络。透过实际场合测试回收数据，加做改善的依据。按算上近明年1月底，就使服务市民。后摆是毋是也有第2号、第3号的所有员工？市府强调，就要看大家对小白的反应，甲市府经费有够无。希望这个智慧性的服务有真好的发展，来增加大家便利性。记者苏在南采访报道。